呢本氣功心法唔係乜嘢武林絕學，不過喺你心境煩亂嗰陣，可以為你帶嚟清靜。本氣功心法絕無剛猛激烈、置敵死地之意，隨屈就伸，黏連不脫，一不用力，用力則斷；唔用力又點會斷？二不用法，用法則盡，養先天之氣，順乎自然，定要去欲無求。你今日又喺度搞邊科啊？無根無塵，萬法自然，為之太極。無根無塵，萬法自然。我冇事噶啦，只不過有啲嘢始終都放唔低。過去只係人生嘅點綴，並唔係一種負擔嚟噶嘛。君寶食飯啊！係咯，你啱啱好翻，食多啲啦吓，三豐。喂，三豐，張三豐，喂，呢個名幾好聽啊！係啊係啊，忘記過去啦，君寶。點解佢唔瞓低嘅？佢失眠咪唔識瞓低咯。喂啊，唔好亂講啊！佢睇下做咗嚿鐵啊嘛。中正安舒，氣沉丹田。保持重心，借力打力。個波旋轉就會將周圍嘅嘢彈開，但係本身又好穩定。累到我冇飯食。試啊！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。佢好似諗到啲嘢。無論我幾大力，個波都俾水彈翻起，越強越強。我真係冇諗過連水都打唔贏。君寶，你做咩啊？你咪又試癲我啊嘛！我終於參透咗咩叫做萬法自然，原來所有嘅道理都可以喺自然度揾到嘅。吓，咁污穢嘅邊個嚟噶？